镜头来看到台中市南区最近新开夜市有五花杂色的料理，开银角就食会起。本来是营业时间总是招附近的学生囡仔，也有民众做伙来交关消费。有人来到一摊卖日本乌莲的摊位，点一盘日本乌莲，讲爱221，民众感觉有淡薄仔贵，一个甲店头问介绍，讲这个介绍是安怎算出来？店头强强煞讲袂出来原因，落尾搁再算一届，煞变做170块。嘛，互这个民众认为讲，若是无问，怎会互人当作潘那里讲？没有，这样多少？200。民众来到夜市啊，点乌莲准备要来用餐，店家切好芳肠刀，但哪遐尼贵？你可以跟我讲这多少钱吗？没办法讲。介绍安怎算的？店员讲袂出来，找来救兵算给你听。这个40，这个20，30，这个也30，啊，这个20，10块，还有什么要问？菜卷30，凤尾是30。所以加起来就大概200。对。讲过，乃搁算一摆，原来真正有问题。按照店家讲的介绍，这盘乌莲有青菜、鱼饺、贡丸、菜卷、火粿、豆皮，总共嘛只要170块，甲店家算的差40块。民众感觉互人骗去。大概150块左右吧。大概130、140左右吧。但是这一盘竟然要210，会不会太贵？稍微偏贵，微高一点这样子。实际转来台中南区最近新开的这个夜市啊，美食是真侪款，主打是零角的介绍。大部分的摊商伫招牌顶悬拢有清楚来写介绍，但少数亲像卤味也是卖乌莲的，因为商品伤侪种，大部分拢无来写介绍，民众拢是咧付钱的时阵才知影偌侪钱。避免纠纷啊，不然有纠纷的话，其实也很难处理。来问访质疑的乌莲业者，店家私底下表示，民众当下反映都已经有来解说。夜市啊管理单位强调会甲摊商来讲互清楚，要求一定爱将商品的介绍写起来。若民众点餐的时阵，上好嘛主动来问，避免感觉互人骗，来做瘾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